如何保护家己的目睭，人人拢爱注意。国际狮子会300亿万区长期投入视力保护的宣导及检查，对去年9月份开始送回嘉义、云林、台南的偏乡地区。今年3月份最后一场检查活动来到彰化。我们国际狮子会，我们有一个8大志业，这8大志业，这个维护视力，也就是我们的重点之一。狮子会引进价值200万的视力检测仪器，专业的验光师加上 AI 判断，整个检查流程10分钟。就当甲大人囡仔目睭的毛病一摆吹出来，内车也阁是免费。我们除了屈光度、眼压是然后重点是我们做到眼底。就是眼底照相，那眼底照相的话，它这个照相的话，它可以扩及到怎么样？眼睛的97%。除了视力检测，狮子会也阁规划送点字机予20多名需要的人，也阁合作培育出4种咖啡师，协助台中惠民盲校的学生培养生活自理技能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